啊，每一年4月、5月嘛是火金菇当咧活动，台南每岭的火金菇季配合着防疫，推出着线顶观赏的影片，唔免出门，踮伫个厝嘛会当看到火金菇。看过火金菇伫黑暗中，光日式的闪着绿色的光。每当4月到5月是每岭火金菇的季节，假日拢有3、4千人上山。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有管制，上最1000人次。维护医药，或者是路途较远看袂到的朋友，透过这段熟悉的画面，嘛当感受到火金菇带来梦幻。闪一闪亮晶晶的那个感觉哦，夜晚的那个样态又很激进哦。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，即使不能出门，即使没有办法报到你上山，那如果今年你还想看，没关系，我们网络上可以提供。台南市关旅局请来部落客，用2个暗时每次动用4台相机，翕将近2000张相片的缩时摄影，才会当呈现出现翕一半影片。今年的那个萤火虫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的情况相当的良好啊，那所以才会有我们有这个缩时摄影拍起来的效果也非常的好。近期山区湿气充足，加上人流控管，互今年每岭火金菇呈现着飞来飞去壮观的场面。我都亲身来到现场，嘛当透过线上观赏，感受到火金菇的美感。